行歹人道路，存心不敢糊涂。每日三思，上帝法度，这人真正有福。诗篇原文只有一字叫做“歌”，所以这个诗原底拢会当唱吟，总是这其实是后来所谱的曲，用现代的歌曲来讲出来。所以过去是若甲咧讲，是安那因要做伊歌，因为古早的人教育无真普遍，所以若要记会条，就爱用唱的。所以这嘛是用某一个部分，要互人记会条上帝话要紧的道理。这是咱来掀开圣诗第593首。有时咱拄着试炼在会感觉看无路啊，总是咱若想着上帝恩典，咱就算效上帝恩典，透过这个算咱上帝伫咱生命中恩典，咱记得其实一定有路通行，做伙来。拄着试炼，知影为你真艰苦。你到月日失望失眠看无路，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手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过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对这礼拜的礼拜中，咱吟唱圣诗的时，就开始有一点仔改变，因为咱的前奏，就是咱的前奏第10节的段，4个小节吼，这条有8个小节哈，总是就是请咱开始弹的时阵，就爬起来准备来吟唱，吼，透过这个来徛起来学乐，吼，徛起来学乐，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小看一点仔改变，总是伫吟唱的时阵会当更较顺，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将咱的手机关后无声，用安静的心三脚来做礼拜，请走脚。
劳苦陪担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，着陪我的担来甲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情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圣诗三角来吟圣诗学了圣诗第196首，无行歹人的道路，会将请起立。兄弟跨同，这人真正有福，这人那就一般，在你有水客地，要无掉下无限可看，就是价值。为是所最大愿望，兄弟所以大好，可以心合就到天堂，点滴兄弟歌，海浪拍赤。拢是有计无心，我风吹来是你客是山，海浪拢会小心，拄着心破日子，何歹人总分离。人一定享受福气，海浪加注沙里。请大家游玩起来，做伙来念《使徒圣经》，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。上帝道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人投胎，对在世里玛利亚出世，伫本流彼拉多人内受苦，定是被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圣个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祝福给我，永远的华名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三角来启用，启用文第15篇，圣经的后面1025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用。上帝啊，你的疼无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对罪你。所以我受审判是当然。我的母胎就有罪。你意爱的是内心的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
求你，予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面，予我无看到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求你，予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。你无爱胜利，若爱我欢喜献。上帝啊，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。咱三角做伙来祈祷。守住稳定的主爱天父，受你竞选受稳定的正影儿，为你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。阮要感谢你过去对阮的看顾甲保守，予阮伫患难中悠然安然行过。你是阮的上帝。阮过去所行的，求主你检察甲提醒，互阮愈活愈亲像你一样。阮所讲的话、所行的，若有得罪上帝，还是得罪人的，恳求上帝搁一摆用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，互阮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。但最近台湾总统选举结束，台湾陷入输赢的纷争。求主保守看顾，互因的心灵平静、理性、顺服来看待，也互教会吴牧师今仔日所讲的正道，有对你来的旨意，或者所听的拢合主你心意。阮安尼祈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，《创世纪》记载伫12章第10节到20节。我来读。迄个地饥荒真严重，亚伯兰落去埃及，徛起伫遐。未到埃及的时，亚伯兰对伊的某撒拉讲：“我知你是生做真水的妇人人。埃及人若看到你，会讲，这个伊是伊的某，因会甲我杀死，互你搁活伫。拜托你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互我通因为安尼平安无事，免互人杀死。”亚伯兰到埃及的时，埃及人看到伊妇人人有够水。法老的人神看到伊，就会对法老的面前讹落伊的水。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去法老的王宫。法老因为这个妇人人好款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就将伊的羊、牛、公的驴、母的驴、骆驼以及仆人甲女婢。上主因为亚伯兰的某撒拉的缘故，降大灾的离法老甲伊的全家。法老就叫亚伯兰来讲：“你若对我做这款代志，我无甲我甲伊的是你的某，你无甲我讲是你的某，是怎样讲伊是你的小妹？
杀害我，甲伊带来做某，等你的某伫遮，倒转去，法老就命令伊的部下阿伯兰、伊的某，甲伊所有的离开，请夫团去来学老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当这来亲这首歌。
正道，这是咱请吴牧师来正道。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考验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即几天有可能会是咱即个冬天有可能啦吼，真歹讲。总是刷来即几天可能会是根据气候专家所讲，可能会上寒。啊，总是伫天气咧变化的过程内底，上帝有缘咧照顾咱，所以咱得爱亲像大拄仔所吟的即条诗歌共款，上帝咧照顾你，所以请咱等者，若勇敢嘛无勇敢会当免遐勇敢嘛袂要紧啦吼，就是爬起来，甲咱附近的兄弟姊妹请安，大家讲上帝照顾你哦，好无？该握手讲上帝照顾你，请开始，来。所以对安尼，咱就知影讲，伫圣经内底、圣诗内底，其实真侪歌，毋是咧唱互咱家己爽的哦，是唱互边仔的人听的，讲上帝照顾你。当咱安尼唱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嘛会得到即个照顾，就是上帝嘛会照顾我。愿上帝帮咱扶持照顾咱每一个人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会软弱甲欠缺。是有时，阮会拄着困难，拄着麻烦，甚至阮会感觉上帝太拢无要插阮。主求你怜悯阮会软弱，求上帝赏赐会开力，甲祝福就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咱扶持。当阮拄着困难、软弱的时，会记得你是阮的主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C.S. 路易斯巴安尼讲，伊讲人是两栖的生物。伊讲人是两栖生物，一半是灵性，一半是动物。我毋知咱有同意伊安尼讲无？伊续咧安尼讲，伊讲做一个有灵性的人，是属伫永远世界，总是人的身体、热情加想象力，搁却持续变化中。因为人就活伫时间内底，人活伫时间内底，就代表人会不断改变。这就亲像阿伯兰，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的时阵，读起来伊是一个完全信息的人。上帝呼召伊，伊听见就出发。伫伊所伫地的所在，每一个所在，伊所伫地的所在，就起弹献祭，求叫上帝的名。读起来，伊就是一个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人。总是真歹势，甲你甲我的人生同款。当伊拄着困难，就亲像完全变另外一个人。伫上主的应允下面，阿必然离开赫兰，定居加安稳的生活。然后伊听上帝话出发，总是当伊发现伊所去的所在，既然会发生饥荒，就亲像创世纪12章第10节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地饥荒真严重，真紧拄着饥荒，阿必然就放弃迄个呼召。这个呼召是啥？上帝讲，我着出发对无？安尼代表我完全倚靠上帝，真紧着牵调这个呼召。
创世纪12章第10节尾段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亚伯兰落去埃及，寄居伫遐。这时的亚伯兰心内底一定认为，上帝既然已经呼召我，那安尼伊就爱负责我到底啊。总是伊带我去的所在迦南地，既然有机会呢，这应该互伊的心开始怀疑。啊，上帝应允我的地担适合我徛起伫遐。然后，阁有另外一个更较深的问题，伊到教遐的气力照顾遮的军队伊的人。咱来知影巴勒斯坦的气候系统相当无稳定，其实因就是倚靠冬天甲春天两个季节的雨水。雨水若伤多伤少，甚至无落雨，就会影响种植甲收成。根据考古学家甲地质学者的研究，伫亚伯兰的时代，这大概是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中间，当地有一个气候的循环，300年就有一遍的高达，听有意思吼？300年就有一遍无落雨，所以迄是一个气候的循环。亚伯兰就拄好拄到这个无落雨的高达，然后无落雨就会带来饥荒。埃及毋是安尼，埃及的尼罗河逐冬拢会满出来，然后真自然就为伊边仔的土地带来灌压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受迦南恶劣的气候所逼，人会逃往埃及，变做真自然的代志。后来伫圣经内底，落去埃及，就是倚靠埃及，就成做一个循环。这个循环是啥物货？当上帝的百姓伫巴勒斯坦拄着战争，拄着压迫、饥荒这个重大的危机的时，人上尾只好选择落去到埃及，通得到活的机会，就亲像即时的亚伯兰同款。创世纪12章第11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得要到埃及的时，亚伯兰对伊的某撒来讲。我知你是生做真水的妇人人，咱真歹想象哦。咱爱知影，即时撒来，若照圣经的年纪来讲是65岁，总是伫亚伯兰的眼中，佮看伊称伊做真水的妇人人。所以有学者安尼认为，当然真侪讲法。有人讲亚伯兰的年纪啦，用今仔日来算法叫做50岁，那安尼撒来可能差不多40岁。哦，有真侪讲法。总是有学者认为，这有可能指的是撒来的家世背景，因为撒来原文的意思叫做公主，所以咱若读到撒来爱想，迄叫做公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是出对贵族的家庭。所以可能无需要家庭撒来，逐工拢抹乌泥，无需要家室逐工撒来吼，逐工拢抹甲保养啊，真厉害，真够保养，真奇妙来留条伊迄款的美丽。总是妇人人，若到一个年纪。其实，就有真自然对家己的自信、高贵气质、甲作为，绝对甲真年轻的时无共款。兼且，这也互伊更较受到众人的注目甲欢喜。创世纪12章12节到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人若看到你，会讲，这个是伊的某，因会甲我杀死，互你活地。拜托你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
互我通因为安尼平安无事，免互人害死。咱搁较歹想象，顶一句就真歹想象啊！65岁，吼，足水的。结果即句搁较歹想象，歹想象啥？前一段迄位惊听上帝的声，勇敢地带全家出荷兰的阿伯兰，既然即时会请伊的某讲即个白贼话。伊惊伊的某水引起杀机，所以毋茫用无诚实的方式，将伊甲伊的某真实的关系稳重起来。实际上，同款的主题哦，同款的主题伫圣经内底创世纪出现3遍，毋是惊只出现尔。伫创世纪20章第1节到18节，创世纪26章第1节到11节。包括阿伯兰后来转来到巴勒斯坦，阿伯兰的囝以撒，拢有同款的记事。然后创世纪20章12节补充了阿伯兰的讲法，伫遐安尼讲证实，撒来确实是伊共爸无共老母的小妹，所以。读起来，敢若阿伯兰无讲白贼，但事实上，迄个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。这叫做权宜之计啊，权宜之计。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，迄个伊有可能稳重某部分的事实，对无？稳重某部分的事实，敢若无白贼，但是事实上嘛白贼啦。这事实上咧对咱讲一项代志，伫古早近东的地区，这个族长甲王会带军队杀人夺母，就亲像创世纪第6章第2节的记载所描述的。然后咱值得注意的是，阿伯兰甲撒来对赫兰一路来到迦南，直到要落埃及的时阵。伊才感受到这个危险，可见当时埃及的国力真强盛、真强大。当阿伯兰做这个提议的时，撒来点点哦，伊无讲话哦。所以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习俗内底做某的社会地位真低，上司也会互人看做是丈夫的产业。阿伯兰心内底可能咧想，我若表明撒来是我的某，对方会杀我，撒来就做寡妇，搁较凄惨，搁较凄惨。若讲我是伊的兄哥，若安尼对方为着要熟悉伊，会来参详，若安尼我就会当使用拖落去的策略。安尼不但家己会活地，上是会当保护撒来。创世纪12章14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阿伯兰到埃及的时，埃及人看到迄个妇人人有够水，这台湾话真传神，很传神啦有够水啊，毋是水鸟，是有够水哦。所以当因入埃及，撒来有够水，真正。迄个挡袂牢，互人挡袂牢啦。创世纪12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法老的人神看到伊，就伫法老的面前舀落伊的水。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入去法老的王宫。代志个人亲像阿伯兰烦恼的下面发生，总是伊料想袂到的事。撒来既然连参详拢无参详啦。直接就通带入去啊！创世纪12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法老因为这个妇人人好款待阿伯兰，阿伯兰就得到牛羊、公的牛、母的牛、骆驼以及仆人加奴婢。阿伯兰不但活地，
搁得到财富。咱来知影即种描述叫做圣经中典型描述一个人好业的写法。圣经中典型的哦，你描述一个人好业就是安尼啦。我的古约老师郭英英牧师，伊安尼逐摆讲到即段的时阵，伊会用台南一个俗语讲“爸母做大舅”来形容即个时阵的阿必兰。我毋知影咱捌听过即个讲法。爸母做大舅是咧讲一个要食毋讨趁的查甫人。伊外口欠孝欠真多，所以地教转去甲伊的某参详讲，无你阁改嫁，我通得到你的嫁妆来行孝。结果真正改嫁啊！日后嫁妆开了，阁转去甲伊的前某讨钱前某的翁伫边讲这是啥啊？前某只好讲这阮兄哥啦，所以伊的翁就叫这个人叫做大舅，所以叫做爸母做大舅。这句话足歹听的啦。创世记12章第17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因为阿必兰的某撒来的缘故，讲大灾的伫法老甲伊的全家。阿必兰真惊，失去起初的信心。总是上帝有缘保护伊，出手救阿必兰，互瘟疫进入王甲伊的家。咱会奇怪哦，是安那是阿必兰讲白贼对无？是安那是王甲伊的家拄着即款的病呢？创世纪第12章第18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法老就叫阿必兰来，讲：你若对我做即款代志，无甲我讲，伊是你的某。所以咱爱用迄个受气的迄个话，咧讲即段话哦，读即段话哦。埃及王法老指责阿必兰无讲白贼啦，总是世上王当无通批评的所在有啊。一个有权力的人，就会当凊彩你做吗？凊彩将别人的某带来恁兜吗？创世纪12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做伙来读来。是安怎？你讲伊是你的小妹，煞害我，甲伊带来做某，打你的某伫遮，带倒去。这是真受气的话啊！所以咱爱有迄个情绪的读圣经吼，知影这是有情绪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知伊的百姓受苦，陷入困境，伊有时会直接出手，有时袂。伫遮伊安尼做，是因为伊的应允样样要陷入危机。创世纪12章2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法老就命令部下送阿必兰伊的某，甲伊一切所有的离开，因受赶来离开埃及。上对阿必兰第一个呼召，迄个上帝答应讲，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。古顿这位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这个时阵，这对翁仔某这种无名誉、不名誉，互人赶逐，就互这段读起来无勇敢、失去信心的故事一个上下期的结尾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迄位奉上帝、听上帝的命令讲去，要成做祝福的人，突然间发现，都是徛伫上帝应允的土地顶头，
嘛无代表对这个时阵开始就袂拄着苦难。马丁路德安尼讲，阿伯兰真简单的，互上帝话对伊的眼中心内消失。咱嘛袂当用其他的状态来讲，这位后来被称作信心老爸的阿伯兰，实际上伊也捌是一个做代志真够算。无原则，为着救保全家己性命，无少牺牲家己所疼的迄种人。伫历史顶头，真侪人伫迄个真侪教会讲台，真想要为着阿伯兰来辩护。马丁路德就捌用真大篇的讲道，想要挽救阿伯兰道德的形象。总是加尔文只有伫伊的讲道中安尼讲：阿伯兰无照伊的呼召，我靠上帝的恩典来行。到近代，妇女神学家的解读搁较弱，因踢笑阿伯兰，批评伊：你讲太太是小妹白贼，只是父权的一种剥削的行为。这个讲白贼的本质，只是阿伯兰自私想要找保全家己性命的手段而已。所以阿伯兰离开上帝所赐予伊的话，进入埃及，伊的某随互人带走，伊的家庭随变做危险。当时阿伯兰伫伊的帐篷内底，上帝祝福应允，亲像样样要破碎，因为伫即种失去家庭也失去土地情形下面，信实的上帝决定伊要出手，所以这搁一摆来证明，毋免过头高估人偌有信心，因为连阿伯兰的性命历程内底，嘛不断失去信心，总是加在是。就是咱失去信心，上帝有缘会带咱新调的，因为伊就是信实的上帝，伊就是甲咱立约的神，就亲像保罗所告别的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3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，会保守恁脱离迄个邪恶的。神学家咧对咱讲，这个故事伫创世纪内底出现，重复出现3遍，绝对有当时的意义。所以当时的人读就知，咱今仔日无法度，也无的确有法度全盘了解。总是上有可能的是，这个故事咧凸显出当时遐个无能为力的架脚的人。这个架脚的人是无身份的人，是一个世界互人赶逐的人。这个人甲强权者中间真大的对立甲冲突。所以，当人若拄着迄种危及家己性命的强权者，你要安怎活落来，搁保持你的身份？甲你的尊严咧，这拄拄好是这个故事更较严肃咧问的问题。咱才有法度活落来，保持家己的尊严甲身份咧。总是这个故事嘛，真雄将这个权力者迄个好笑的面具来拆落来，搁若大大踢笑，因为。埃及王的部下，只是因为一个妇人人真水，就强强带伊带走，送入王宫。然后上帝介入，对互埃及王人财两失，对吧？人也无，财嘛无。
这毋阿天笑当时的当权者，这个掌权者，也为着弱势者带来毋望。因为当弱势者咧面对大到无法度对抗的强权者时，因需要了解真正倚靠的对象只有上帝。对阿伯人来讲，伊是因为上帝应允来出发，总是伊当真正相信上帝会持续祝福、持续引带、保护吗？这个故事嘛，对咱讲一个实在的代志，就是伊毋相信，对无？这是实情。真坦白的对咱讲，阿伯人毋相信。这对一个信心的称做信心的老爸的阿伯人来讲，是一个真严重的信心的危机呢。对所有相信上帝、冒险出发的人来讲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警告。这就是有时咱凭信心出发了后，对咱来拄拄好是对咱信心的考验。所以，伫今年第一遍少年堂课的聚会，我甲因分享保罗所讲凡事相信。下时我上尾用这个圣经的故事做结论，而且我嘛详细要用这个圣经的故事来做结论。伫马可福音内底咧记载，有一天，主耶稣带学生去到山顶，有人就带伊迄个患着下狗鬼的囡仔，就来毋望要得到医治。总是耶稣的学生就为伊医治祈祷，伊无医好，这个囡仔无好。所以当耶稣落山时，囡仔的老爸就走来耶稣的面头前，就来求。伊安尼讲：马可福音第9章22节，伊讲：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，你若会。求你可怜我，帮助我。这个老爸讲：“你若会表示啥物话？伊心内底已经怀疑啊嘛，心内底已经怀疑啊。所以后面真侪人拢抓做这段的重点伫遮。后面这句是安尼讲：马可福音第9章23节，耶稣安尼回应：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讲。你若会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真侪人拢抓做这段的重点伫遮，毋是哦。这段的重点完全毋是这句话，迄叫凡事都能。主耶稣直接讲，一个充满信心的人，凡事拢有可能，拢会。这老爸虽回应一句上赞的话，实际上也是伊的祈祷。伊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。我信，我的信无够，求你帮助。中文翻译了真客气，随上原文会当翻译做我信，我也毋信。听有意思吼？伊的意思是讲，我有信啊，总是我有信的事，真歹势，我有遐尔多无信的事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亲像这位老爸，咱信也毋信。所以，侪时阵，咱伫生命内底，伫信甲毋信中间，就来回安尼说。有可能当咱顺境的时，咱上帝真保守我呢。有可能咱拄着逆境的时，随着讲上帝拢无插我。这个疼囝心切的老爸耶稣求主啊！你知影我这个有限有罪的人，我有时信，总是我时常毋信，总是就是我毋信的时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一句真好、真赞的祈祷，也是这段圣经内底上要紧的重点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求上帝帮助咱，就是
咱毋信的时，伊也爱帮助咱。咱相信，伊就是即款的上帝。愿上帝听甲怜悯帮助咱，互咱面对信心的考验的时阵，会当完全倚靠伊。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，阮信，总是阮的信，最时阵是毋信，所以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生命的过程内底，怜悯阮的有限，赦免阮的罪性，互阮真正会当专心倚靠你。主帮助阮倚靠你的时，求你赦免阮遐个毋信甲罪性，求你甲阮做伙伫底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有主将你的话刻了你关心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593首，拄着试炼，在下为你真艰苦。会众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拄着试炼，在下为你真艰苦。你到日子希望生命看无路。你所伫的阮事，逐项想来记，阮当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阮事，你着算着啥？主的阮事，你减算过了。主的阮事，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看路烦恼直到心乱乱，要伊上帝听通过世界毋过，你所伫的阮事搁来想来记，要伊就会无去日日爱认识，有的阮事你着算着少，主的阮事你减算为了。主的阮事，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想别人有福气，坚持大家伙，无伫土气爽向天你有出体。你所伫的阮事，只阮袂坚持，你的宝贵尊贵剑无藏伫天。主的阮事，你着算着少；主的阮事，你减算会了。主的阮事，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所以经过试炼，无论大小事，无伫日子希望上帝应做主。你所定的阮事，照顾上来讲，主的安慰帮咱因带到平安。主的阮事，你着算着少；主的阮事，你减算过了。主的阮事，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会众请坐，奉献，请穆桂英执事、陈怡恒执事来书献。
非常起立来奉献诗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。即时，阮奉献阮的金钱，做你事工的路用，愿你来欢喜接纳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报告，未报告的大声，咱来读今仔的金句，请掀开周报最后壁的后面。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2遍。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，会保守恁脱离迄个邪恶者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。请。我保守你脱离迄个邪恶者。帖撒罗尼这后书3章3节，主是坚固，伊会互你坚固，保守你脱离迄个邪恶者。3章3节。掀开周报第1页。下主日事工分配服侍人员，甲郑州出席的，你周间各团契时间、内容、地点，咱家己来看。掀开周报第2页，周间团契集会，郑州奉献的明细，有顶大个向办公室来更正。请翻开周报第3页。消息，教会小组集会事项，咱家己来看。请掀开周报第3页。本主日教育部会咧中昼12点半，咧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第1场、第2场举行圣礼典、圣餐食，请兄姐备万心。第5届第14次董事会伫中昼12点半庆祝日召开，请董事出席参会。第3项，财务部会议。咧下昼1点701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2024年会员会咧2月初4中昼9点半举行，会员名单伫4楼公布栏，家己来看。得胜者教会消息，得胜者合场志工条目。咧中昼12点15分哩9楼合办教室举行。2024年合会手册资料，请各部员、各团契完成了，
交理办公室今仔日杂志告解消息，2024年台湾领袖高峰会中立场，时间2月3月初2到3月初9，早起8点半到5点，地点伫桃园市中立区中平路126号2楼。报名费2000块，每一场拢共有14课。其他消息，桃园合作社社员大会2月今仔日中午1点，伫4楼礼拜堂举行，请社员踊跃出席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伫即个大道的部分，有邀请咱大家为着学测的学生来祈祷。咱特别爱请咱检测咱的囝儿是细，迄个还未到迄个学测的年纪，是比迄个较大吼。总是咱为着现今的青少年来祈祷。咱求上帝帮助夫妻相处因智慧甲气力，互因一代一代真正满有上帝完全的祝福。伫昨昏有即个，昨昏到今仔日吗？到今天吗？到今天吼，迄个学测是这2天吼。那求咱教会有几位青年，其实拄拄咧考试中间，咱求上帝帮助夫妻，也甲咱的教会青少年做伙伫地。伫遮我无，因为我手中嘛无接到即个新兄弟姊妹的介绍，总是伫即个。特别是刷来即礼拜内底，要请咱特别注意出入咱的身躯的保暖，以及求上帝赏赐，互咱台湾会当伫大选了后，会当各种政党会当找求合一的心，对做伙为着台湾即个倒数甲社会经济、政治的互相交叉，会当搁较少。会当追求合一的心，为着台湾即个岛屿的所有的代志来着磨。我想这才是咱应该放伫咱的祈祷中的。上尾我要提醒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爱记一礼拜爱过迄3合1的生活，毋是啉迄个3合1咖啡啦吼，是一礼拜爱记一，咱爱有一场礼拜，一个服侍。我嘛毋忘讲，咱会当参与教会遮个小组，有一个团契甲小组的生活。过团契甲小组的生活有一个真好，就包括今仔日夫妇团契的伫遮的献诗共款，不只是献诗，是透过遮个服侍，真正学到上帝伫咱中间所做遮所有的代志，吼，伫遮鼓励咱大家。上行圣诗第393首，俄罗专营稳定主宰。会将起立吟全首，吟唱完请牧师作导。俄罗专营稳定主宰，万众千佛。感谢归台，每行诚实，因公义仁爱，尊严存在，地高万代。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希望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。
电乐要倒。咱互相请安，问好，行平安的